最新的消息带您关心到的是，今天民进党党主席的选举当中呢，苏贞昌以55894超过50%的得票率，他当选了民进党最新任的党主席。最新的情形，我们交给记者蔡佩华来报道。 好了，民进党党主席的选举结果揭晓，苏贞昌以50%的得票率赢得了这次的选战。那么他刚刚也在妻子的陪同下现身来发表感言，来看一下稍早之前这段画面。刚刚中央党部已经宣布选举的结果，我也已经和4位一起参选的优秀同志通了电话，接受他们的祝福，也向他们致意。 在这里，我要再度的感谢他们在选举期间的指教。选后的民进党一定是团结的，因为这是大家的期待，也是我们民进党传统和进步的动力。我也要感谢党员同志的支持。今天选举的高投票率显示，党员对党的热情和强大的向心力。 也展现了对党未来的高度期待。大家对党的参与关心，将是本党重返中央执政的最大资产。今天所有的民进党员都是赢家。 那么在苏贞昌的谈话当中，他谈到说，他已经跟另外4位候选人通过电话，并且向他们致意。那么当然呢，现场大家也针对这次的主席选举发问了许多问题。那么实际上，苏贞昌这次以50%的得票率来当选之后呢，难题才真正的开始，包括接下来呢，党内要如何整合。那么刚刚就有人问到说，这一回呢，苏贞昌选上了党主席之后，会不会卡住了蔡英文2016的路？ 还有包括这一次呢，苏贞昌的子弟兵张宏陆在新北市党部主委的这一战，输给了蔡英文力挺的罗致政。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合作，怎么样整合？苏贞昌也表达了他的看法，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。个人都是渺小的，所以要组成一个党，所以只有党，不必强调个人。 我做党主席，也就是要团结所有的党员，让党更有力量。那未来也将如此的做。那选举是个过程，尤其民进党党员同志争取服务的机会，这是民进党民主进步的地方。在选举过程中会有竞争，但选后。 我们都拿着同样的党旗，我们都是同党的同志，都要一起为党努力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新北市党部主委的选举，在选举的时候有罗致政，有张宏陆，选举过后就只有一个新北市党部，我们大家都一起为新北市的党员同志服务，都一起。 拿着同样的党旗，为整个民进党来努力。我是这样。苏贞昌是拿到了55000多票，以50%的这个得票率来赢得这一次的选战。那么在选举结果揭晓之后呢，总统马英九也送了花到党中央来恭喜苏贞昌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当中哦，那么当然马总统之前在就任的时候特别提到说，他希望能够展开朝野的对话。苏贞昌表示说，如果对人民有福祉的，当然可以对话，但是如果只是为见面而见面是作秀的话，那就不需要见面。以上目前在现场最新情形，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